新冠病毒伫全世界作乱，经济产业受到冲击，做无生意。也毋过，咱台湾的纺织业者反应灵敏，快速来应变，当企图要来抢攻另外一波的商机。譬如讲，有这个厂商调整生产线，换来做这个防护衣甲隔离衫，将做纺织国家队的重要成员。而且，因伫咧设计成衣的同时，嘛来融入到防疫的概念，为产业进军世界来铺路。另外，国内阁有做纺织的厂商，伫咧机能的布料加入到抗细菌的功效，透过验证来提升到消费者的信心。服装的设计嘛顺应着需求，强调会当旺片旺脆。2021年这波防疫时尚化的趋势，台湾的纺织业是不是会当来行出着一条新路呢？咱做伙来观察。大型的机具甲一捆搁一捆的布料吊起来，期待咧将风水多层的布幕戴去布顶头，这看起来和一般的纺织厂无上大的争差。搁行入去，真罕着伫镜头进前现光的无尘室，互咱看到伊无共款的所在。医生在处理病患的时候，因为会接触到病患的血液跟体液，那我们就在他实际操作的上面最容易接触的点，去作为我们的查核点，然后我们会检样，在我们这个设备上面去做检测。这个是外侧，就是防护衣的外侧，那是直接与水面去做接触。那选用那个十字车缝，是因为这个部位是，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，是最容易造成那个水压不足或血液渗透。原本替衫裤监测透湿度的空间，即马嘛替医疗防护衫严格把关，因为无合格布料无法度通过基本的考验。最后达到1004 NNH2O 是制作防护衫基本的条件。依个吉林纺织品出名的大厂，有全球上大的透视防水布料大工厂。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阵，发挥伊的专长，整合上下游的资源，变做防护衫和隔离衫的国家队成员之一。因为那时候不织布，我们所有的像惠普啦、蓝六啦、康纳香啦、这些恒大等等等，其实国外也是战备物资啊，他们也在抢。那我怎么办？我第一个跟我同仁讲，当你的材料不来，什么事情都不用讲，所以我就第一道工就下了一个指令，下1000万码，1000万码。各位知道1000万至少可以做到300万件以上的这个防护衣。在工业担无原料时，因善用集团内部有素质布、防水透湿布膜和成衣厂的优势，结合这三者，而且通过 P3等级的医疗测试。以素质布生产上100万领的隔离防护衫，不织布做的，好，那这个是水织布做的。过程当中，因嘛咧思考后疫情时代要安怎做，更较符合人性。隔离衣就发展出来 Q 版的，小恐龙的这个 Q 版，我们是完全来保护大家，可爱又可以保护大家。Q 版的隔离衫目前已经伫儿童病院和气候诊所使用，就是为着伫这波疫情当中袂互人拍败。生衫嘛出现变化。在袖口的部分，我们有束口，让这个风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没有办法灌进去。那另外是在这个面罩的部分，我们使用这个透明面罩，那也是防止在户外的时候有一些飞沫的喷溅。加入防疫概念，设计以防护做出发点。这是2021年台湾纺织业上新的趋势，嘛展现企业求生存，另外阁有通啊存久的一面。虽然我们户外运动呢原本的订单有掉了一点，可是这个疫情的订单呢我们就增加了。那2021年谁知道疫情还会到多久？后疫情时代呢，应该是发挥你产业的特性啊。我们纺织业里面呢，我们就发挥我们垂直整合啊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最尖端的技术来用到医疗防护，同时用到户外运动，同时用到兼具美学的效果。经过32年，见证过国内纺织业的愿景，企业的脚步唔敢上慢，结合过去的经验，整合资源，打拼创新研发，同款伫逆境甲危机化作转机，阁有意义。同款
款是国家队成员之一的老厂牌，1975年伫台湾创立。全主国将占指的爆料，伫全球疫情上严重的是，和越南的厂房无暝无日，生产上万领防护衫，共同面对全球这场疫情，因嘛拍拼加紧脚步，调整策略来和疫情共处。疫情之下，在台湾已有46年的纺织企业也加快脚步布局。像是我手上拿的面料，我们注意到了有许多都是强调具有保护还有抑菌的功能。而该企业也预计在2021年，像是这一类的服饰也将占总生产量的50%以上。等于是我们的主题是主要会以在疫情之下，因为在都市的人们，他们没有办法再去健身房或室内运动，所以他们会从事户外运动。2020年1月份开始，我们就开始投入，包括整合一下我们目前的抗菌的原料跟素材有哪一些，然后可以有一些什么创新性的素材。过去伫全球做布局，面对疫情应快速去做应变，习惯做关价产品的大厂，为着要找出政府定调以外其他出路。伊嘛想尽办法发挥独门的技术，加速防疫实行的脚步。其实我们在去年的2、3、4这3个月呢，受到很多国外订单的暂停，甚至取消。我们开始在想，那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提前部署？那所以很多的防护服啦、抗菌啦、消毒啦等等这些有这个功能性的面料呢，我们觉得更加的被需要。如果纯粹时尚已经不被很流行了，反而时尚它需要如果能够附加防疫的功能，啊，这不是更好？那大家在买时尚、在穿时尚的时候，还可以保护自己。疫情带来冲击，消费者习惯的转变，因发现防疫产品对时行咧行，时行产品对防疫咧行，已经是必然的趋势。台湾敢会当抢到商机？2022年春夏，也就是明年春夏。那明年春夏大概在今年5、6月以后开始就会摆入就生产线上面开始做。那在这个领域上，就是 defense textile 防御性的服装，在这个面料上面呢，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，我们采用了很多种的不一样的材质。你看两面是不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在这正面上呢，你可以感觉它是很绵感的。很舒服的东西，但是在里面是我们加了银离子抗菌。机能布料加入抗菌的成分，外套爱甲脆片暗调咧。伊嘛透过试调注意到居家办公的人变多，衫裤的型无够强调啥人的流行元素，是会当穿甲舒适。当你居家以后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度假，可是可以在家里想象我是在度假中。那度假中的时候，你就会穿得稍微漂亮一点。甚至有外套啦等等这些。加速转型，意义唔单只是防体订单了的即时好，更加重要的是，嘛伫品牌大厂和全球消费者之间找到新的连接。它现在就是很多产业都想要，就是有订单才生产，所以它整个生产模式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会非常大的革命。而这个当中的来源就是数位化，也就是说，我从需求端，譬如说我从 FB 下单，然后下单以后，他们整个公司接单以后，他再开始做制作跟生产，然后这个的流程，它会颠覆我们过去就是先准备好，然后先制作好，再生产的这个部分，然后有库存的部分，它已经完全会改变。台湾的纺织业界在这批疫情的情况之下，还可以有很好的成绩，而且是算是很亮眼的成绩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有几个原因。我觉得第一个是强调弹性、多元，然后而且是全球分工，就是在研发上面很积极的投入新的材料跟新的素材的这个部分呢，使得台湾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环境之下呢，有立足之地。消费者决定产品的模样。安尼全球革命，嘛是台湾纺织业走向国际的机会。过去数十年来，灵活性和应变力本来就是台湾中小企业的专长。疫情到今看无尽头，企业该发挥创新和坚持，想要伫危机当中坚强行出一条新的路。